大肠的冷冻猪肉片验出300种的消息出现，南部各县市也开始追查通路，要求爱落价降一倍商品。嘉义县即阵也针对肉品来源的低调，甲猪仔抽货采样。大肠表示，无摆渡时，分切厂伫咧分切的时，甲大肠的肉片甲民间低调的肉片交叉污染，才得出这款结果。即阵互人指控的分切厂反驳，认为肉片的源头才是问题。高雄市卫生局人员今日全联卖场看冷冻柜，发现甲台中验出来300种的冷冻猪肉片共配产品，总共20包，随监督业者回收起来。所以目前的话，那一批货全部都拿走了。台中卫生局设立公布，伫大肠安心里冷冻的假心肉肉片内底验出300种消息一传出来，南部县市拢来稽查通路。嘉义县市卖场准查无共配产品，不过有产品的肉丸出自大肠猪家己的养殖场。嘉义县府刚刚也到现场对猪只抽血采样上验，进行猪肉来源场猪只的采样工作，并将该场5531头猪只全部完成移动管制工作。相关样本也于昨日连夜送验。上验结果初3暗时会出来，大肠县出面法冤枉，讲无用300种讲切药，分切厂有当时分切民间的肉片，无排除的互相污染的可能。另外，为伫屏东，这个分切厂是赶紧发出声明，认为问题出伫源头。那天小分切的梅花肉，然后去回推它是哪一天大分切的，所以说这批梅花肉它的源头是来自于哪一个牧场？因为它那个好像验到极微量，就不知道它是投放还是说他们的饲料里面有什么状况。目前我们查到信公他们是有做分批控管，然后他们是分不同的一个作业方式，就是不同时程。台糖那边有驻点人员，他们其实会针对品管的部分去做控管。厂内也是看到安心地里，因为汽车，屏东卫生局甲是苗署车里斗阵到新工来稽查，卫生局初3稽查确认大肠肉猪屠宰顺序是排伫个新工的肉猪进前，并且随机调样新工家己产的猪肉等待上验结果。相关县市也继续追查300种的来源，来确保食品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